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10月14，诗篇73篇24节安尼讲：总是我常常甲你伫地，你牵我的正手，你要用你的教示引带我，后来要接纳我入伫阳光。三甲来祈祷，引带阮，阁要接纳阮入伫阳光的天边。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公义甲圣洁的上帝，你是慈悲甲怜悯的天父。主啊！对阮出舞台开始，你就互阮伫你的固守甲引带，也互阮的脚徛伫开阔的所在。主啊！求你互你的面照光阮，照你的慈爱拯救阮。主啊！求你互阮得到听见欢喜快乐的声，互你所压制的骨通欢喜。主啊！因为阮专心倚靠你。主啊！人生的路途，时时坎坷歹行，有时阮也会行袂路，总是你要常常甲阮伫地，你牵阮的正手，你要用你的教示引带阮，后来要接纳阮入伫阳光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